各位大家好，當黑雨過後，咁啊天色還可以，就繼續拍翻上個禮拜日橫風橫雨拍唔到嘅觀塘工業區。
呢啲橋喺觀塘都係唔算係好特，按外形設計有啲似地鐵列車，或者有啲似飛機。呢條橋都幾耐，睇下可能係多幾多年。呢條橋因為外形咁特別咧，都有不少人會喺度影相啊、拍片，咁啱今日就撞到。
要諗真分，應該都係呢十幾年新起好嘅一個商廈啦。我覺得下邊好似係商場，如果今日有開，可以入去行下，睇下有咩鋪頭可以拍得。不經不覺由呢幾棟工業大廈都已經拆咗，起緊樓啦。唔知起咗係咩咧？咗商場似乎都係淨係服務上嗰啲寫字樓，租咗出去嘅基本上都係食肆，再加上今日公眾假期，得一間開緊，似乎都要等附近啲工商大廈起好先有機會多啲人流啦。不過似乎都至少等多5、6年啦，我估。